河洛话台语的平仄，然后一个用那个那个精细的那一种 melody， 哦，伊内面来吟唱那个曲风家的李代诗，秋风家的李代诗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“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身有力可回天际”。吼，啊，咱大家泡泡啊，这个，大家看这个。大家好，各位弟兄好，现在是河洛会演唱。 大家听了好像有一点台乐的味道，请大家欣赏。好，热情掌声。好，我今天要唱的是立台诗《秋风家中》，有2部，我现在为大家唱着，好的话多多鼓掌。如果这个啊，泡泡的，泡泡的。 台书秋风家奏，起立，宰相有权能割地，不臣无力可回天。沿奏去做弃义了，回首河山意淡然。好，现在我演唱，刚才是原文。 宰相有权能割地，不臣无力可回天。边州去做妻子，回首河山。 淡然，媳妇儿，葡萄保留，且收藏，休说成了一结郎，就然唱。 宫中一句眉仙呀，谢谢。好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多谢各位。这个吟诗是文练，哦，用武的文的，啊，拍文是武练。啊，咱大家若要学像伊，食到90几岁，伊这100岁可无问题啦。啊，请大家。 踊跃来参加阮这个河洛汉语诗词吟唱班。